們不希望它變成一個非常官僚的一個氣息的建築物，希望它融入到這個環境裡面，它也就像一個轉角的咖啡廳一樣，可以讓市民可以來這裡洽公是非常舒服的。整個的一個設計是朝綠建築那個迎擊的方向來進行我們屋頂除了太陽能板以外，我們也是3合1的隔熱，因為我們南部的地震多，所以我們當時就沒有採用面磚這樣子的，會容易掉下來損壞傷害到居民的一個材料，反而是用耐候性的塗料，這具有隔熱，也具有清潔制潔的效果。那另外整個的一个外觀造型，包括整個轉角這個區政大樓它是一個水與綠，它是一個波浪在進行的。到晚上的時候，有一個公共藝術的一個燈光秀，它跟花園夜市剛好可以呼應，有5種不同的一個表情會出現。各個公所的行政大樓就是我們地方建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也是我們所有的一般的市民他的一個洽公的一個重要據點，包括民政、戶政這個新的行政大樓，還有包括托嬰中心，這個完全是符合我們對未來的一個規劃。那大家也知道，一旦發生地震、風災的時候，其實我們的公所就兼具了一個指揮應變，還有避難安置，還有救災救護的一個任務。所以區公所是我們地方上非常重要的一個災防指揮中心，以及救災的一個堡壘。以最實質的行動蓋一個新的區公所，其實未來的路會更長也更遠，打造出一個安全然後具現代化的一個基礎設施，可以提供的服務功能會更完善。那未來的服務呢？比以前更加的一個便利，停車變得方便。那還有所謂的一站式服務，你要申請戶籍謄本、地籍謄本都可以一次到位。在2樓更設有我們的親子閱讀區，來讓洽公的家長們給孩子也有一個可以閱讀的一個好地方。停車場上蓋好。第2就是講，咱有托嬰中心。第3就是講，民眾要辦的空間有夠大。以前就是第1點要停車嘛無方便，即馬搬來這，無論倒一項啦會使講，大家都非常的方便啦。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接場。北區區政大樓總共要花3億6千萬，那其中中央補助9千萬，地方要自籌2億6千多萬，所以說可以說，第一個花費不少，第二個大多數是地方的錢，第三個事實上對於北區新的處所這個地方有非常大的幫忙。因此呢，提供政府的服務品質跟效能，提供更多的活動的空間，滿足戶政、地政跟區政的一站式服務，可以讓民眾的洽公更方便，減少舟車勞頓。因此呢，我們非常歡迎各位好朋友能夠來北區新的區政大樓走走逛逛看看，來接受奉茶，那也能夠來這邊洽公，一定能夠讓市民朋友們更開心，感受到政府滿滿的服務誠意。廖時軍嘅歡迎收看6月10號的中嘉台南電影新聞。但市民眾加轉錢一中小政策，第2灣林彥祖質疑轉錢對抗非法援烏問題，再度引發爭議。另外嘛，進一步批評森林非法以後所存的遺骸用廢棄物處理，無尊重森林。對此，美術專家對信用的角度提出建議，呼籲除了調整祭拜觀念，同時相關單位要加強儀式甲制度設計。你現在看從地下然後晚上啦，那看到的就是已經到了工地。滿滿的金紙塔青山塔到天棚，連蓮花座攏已經變形，頂懸也閣有蜘蛛網。進行製作好兄弟轉錢，全攏人做伙。台南推殺轉錢一中小政策，即馬互議員批評配套確實不足，存在到清明掃墓的轉錢攏囤佇咧城西焚化爐。你閣安那燒，你就無當去偷一堆物件啦，吼，那接着閣要7月啊啦。好兄弟啊，出1個月爾呢，要轉去含錢攏無當摕呢，所以講你莫怪講人的氣概
因子孫托夢啊。那目前本局的子前專爐園區大概還有150公噸的一個庫存暫存，依規劃呢，將在6月底前燒化完畢。雖然環保局強調6月底之前會燒了，不過民俗專家指出，家戶神明好兄弟祖先的紙錢做伙燒是相當無妥當，而且紙錢頂懸攏會指明要燒方向，避免對方收袂到。今嘛才會金紙生菇閣變形，心意攏互糟蹋，就算燒出去也是廢紙，也不如調整這事觀念。是咧燒金嘛，互往生者，也是咧燒本數，所以這主導去成事。我是感覺，若有人往生去，咱會當甲遐燒金的錢，該用做善事較實在啦，賣燒金。安尼較對往生者的功德閣愈大啦。另外，火化了的遺骸骨灰壇放袂落的，竟然互當作糞掃單調。對傳統信仰角度來講，象徵魂無所歸，可能影響家族甲社會的心理安定。應該愛建立集中管理甲適當的意識。台南新聞社會陳宏報道。新台北結合科技創新，透過婦產科、新生理科、護理部等跨專業團隊合作，提供有新的婦女甲家庭個別化支持。在113年甲114年，參與中央所舉辦的母嬰親生病院成果選拔，分別摕下特優甲創意獎，嘛互新台北院為有心產婦打造較好的新典範。新台北院自民國94年成立母嬰親產推動委員會以來，新建母乳的哺育超過20檔，並且持續通過母嬰親生醫療院所的認證。近年來，更加結合科技甲創新，透過婦產科、新生理科、護理部、孕產婦個案管理師、甲母乳種子講師等跨專業的團隊合作。提供孕產婦甲家庭個別化的支持，發展出機器人母乳的餵教，不但節省護理人員50%的餵教時間，以及早產兒實情的餵食照護等。照護系統有分為4個，第一個就是運用科技，就是運用凱比機器人來做傳統取代那個反覆餵教的時間，然後節省護理師的工作時間50%。那第二個就是運用實證照護，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高危險妊娠真的是超級多，那早產兒像我們醫院是醫學中心，早產兒的那個照護其實是更需要更精進的，所以我們就是運用實證醫學，然後應用了一些實證醫學，然後應用了一些口腔的訓練，然後來提升早產兒的照護哈。那經由這樣的介入之後，其實早產兒大概可以提早7天回家，然後也減少大概280萬的那個醫療資源。其中新台北院護理部的主任郭學明，嘛以19當前，家己因為是高齡生產早產兒過來人的身份，分享着19當前新台對着產婦的照護。那時候在加護病房做了2個半月，所以從進去以後，其實看到小朋友就會關心他會不會呼吸，能不能活下來，要吃多少奶，什麼時候可以回家，等等等。那這些疑慮，其實就是團隊就可以給我很多的諮詢。其實我本身護理師，但是隔科如隔山，所以沒辦法，就是還是會很焦慮啊。其實我們的團隊非常非常的所謂的精準，而且是專業，所以我透過個管師跟我互動以後，我就很順利的在2個多月以後就把小孩子帶回去照顧啊。現在已經是大學1年級，19歲了。新台北院對113年甲114年參與國民健康署舉辦的母嬰親產醫療院所成果特優的宣布活動，不但得到特優甲創意獎，同時嘛將母嬰親生照護延伸到社區，以及在南部成立母乳區的永續運作。現在嘛有工廠正研發將母乳做成乾式的粉末。相信無偌久就有母乳奶粉，不只會用來提供早產新生兒，嘛會用來照顧長者營養，避免肌少症。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
毒品不止嚴重危害社會，近來更因為正道假使對無辜的兩路人造成真大威脅。日前，淡市警局少年隊就成功查獲賣毒的一對少年男女，現場查扣市價超過100萬的一二級毒品，展現警方打擊毒品犯罪、守護市民安全的決心。淡市警局長期追查南部毒品的供應鏈，日前終於掌握一對賣毒男女的行蹤。為了避免因開車威脅民眾安全，除了趁機會攔查，嘛進一步發現2名藥卡疑似食毒以後出現誤神，當場毒品檢測呈現陽性反應。該行動總共查扣市價超過100萬的一二級毒品。也夠用手機架加賴打所改造的吸食器，相當罕見。破獲陳男王女這對販毒鴛鴦，查扣海洛因62.9公克，安非他命98.33公克，依托米脂159.75公克，市值約新台幣100萬元。現場並發現陳男有毒駕行為。警方表示，未來將持續加強毒品查扣打擊源頭，全力守護市民安全。台南新聞軍籍蔡紅報道。面對超高齡社會甲少子化的雙重挑戰，教育轉型甲社會共贏已經成為關鍵課題。其中，嘉南藥理大學成立了南部唯一的右腦共園南區人才培育中心。未來該校所幼保系老師攏將成為政治教師，成為有跨世代教學能力的專業人才。為了幼兒甲老人會當生做伙學習，嘉南藥理大學幼保系透過工作坊創新的課程甲教材設計，已經不是專屬於幼兒，而是要讓長輩會當提升自尊，重新找回必須要的生命價值。這款雙贏局面，正是嘉南藥理大學所要培育跨世代教學專業人才計劃。這個生命的交流過程中，長者可以發現自己生命的價值，然後呢，幼兒也可以去學習怎麼樣去跟長者互動。那我們這個人才培訓中心就是希望可以培養這樣的人才，讓這些人可以在幼兒園裡面協助幼老共學活動的進行。嘉南藥理大學除了透過幼腦共學工作坊一步一步培育政治老師，嘛要正式宣布甲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的幼腦共學實踐計劃團隊合作，成立南部唯一的人才培育中心。3、2、1，請接牌。幼老公園南區人才培育中心。在少子跟高齡化的社會裡面，這世代是有斷層的。而幼老公園這個計劃最大的好處是什麼？我們把幼兒跟老人拉過來一起學習，這個也是弭平後續如果萬一我們台灣勞動力不足，社會力介入，可以讓幼兒跟老人同時受到照顧。雖然只是簡單的角牌，不過卻象徵台灣帶進教育的發展邁入新的里程。台南新聞軍籍蔡紅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由廣達文教基金會甲淡市教育局做伙推動的廣達幼兒園計劃已經邁入第12檔。10號上午，在聶鄰國小的兒童美術館進行今年巡迴最後一站的演出。會中由教育局、廣達文教基金會甲12間教培學校共同加開視幕。由廣達文教基金會甲台南市教育局來合作，推動廣達幼兒園的活動。今年的主題見微知美特展，10號上午巡迴到最後一站聶鄰國小來展出，由着聶鄰國小弦樂團精彩的表演來揭開序幕。展場匯集了12間的門校師生的創作成果，透過豐富的展覽作品、活動體驗、甲啲藝術的創作，引導學生對欣賞甲啲好奇來出發，
學習以無同的角度來觀察生活周遭的事物，進一步培養探索的精神，甲着觀察力。今年我們廣達流域的主題是見微知美，它是一場科學跟藝術的結合。我想，今天可以好好來欣賞我們這12所同盟學校，包含我們的立人國小的小尖兵，也可以看到12所學校，這一年來，在廣達的協助下，在我們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大力的支持下，我們展現了很多很讓人家驚訝的一個成果。透過這種計劃的合作，能夠對接到全國的平台，也對接到世界的藝術教育的這個平台，非常的不容易。所以這邊我代表黃偉哲市長特別感謝廣達文教基金會的這個計劃，還有我們各學校非常用心的指導投入，讓我們的孩子們參與這個計劃，成果每年的成果都非常的亮眼。其中，立人國小的師生共同打造的巨型花朵，加着巨大蜂蜜加蝴蝶，豪橫的整體藝術，將顯微鏡內面美觀的觀察，轉化成使人欣賞的藝術創作。光華高中呢，它從這個細微的紅血球出發，去做一個服裝的設計展覽，這是非常別出心裁的一個切入點。然後呢，我又看到月基國小它從那個螞蟻的觀點來看這個世界，怎麼從這個藝術跟科學的這個角度，把這個展覽呢帶給小朋友。所以我光看到這幾個這個教案呢，我就非常非常的興奮所以很期待待會呢也可以看到12所學校大家共同的這個成果這屆的巡迴展總共結合了4間國高中，加着8間的小學，總共12間的門校學生，充滿着創意，加着卡書的作品。新歌展從今日起展到6月2日，歡迎有興趣的民眾會用踴躍到場來參觀，感受藝術的魅力。台南新聞林彥根採訪報道。延續去年的好評，今年台南藝術節將在10月2號展開，以水域藝術條條通閃閃輝亮作為主題，一下國內外藝術家加表演團隊展出超過50場的展演創作，被打造整個台南攏是藝術舞台文化盛會。市府嘛舉辦宣傳記者會，正式公布藝術節精彩內容。融合虛擬實境與現場表演，帶領觀眾穿梭虛實的界域，遁入末世奇幻寓言。這出獸靈之詩頭骨的召喚將在台南藝術節演出，票房已經先爆滿。在許許多多的一個藝術創作中，台南這個文化之都始終屹立不搖。我們沒有最充沛的資源，但是我們有最能夠接受藝術、參與藝術，我們許許多多的市民朋友們，這個我們很期待能夠加場、再加場2026台南藝術節將在10月2號至11月22號登場，以自由藝術條條通閃閃花亮為策展主軸，在為期52天的活動中，推出超過50場展演、展覽、城市漫遊以及跨域創作。可能10月到11月，走在台南的街上，你大概就會聽到很多人說走，我要去追什麼樣的一個節目了。那除此之外呢，我們今年也有12場的教育推廣的一個活動。那教育推廣活動呢，對我們而言其實也是很重要的，因為當我們在看表演的時候，我們更思考的是下一代的表演者在哪裡。延續台灣製造、國際串聯、城市主張、藝文一條通以及教育共創的5大策展脈絡，亮點包括來自香港以及墨西哥的節目。FOCASA 吉米男孩的100次勇敢也將擔任台南文化中心42週年館慶壓軸節目，強調持續推動教育共創與文化平權，打造城市藝術盛會。記者周懷談的報道。
台灣代表隊在今年亞太奧林匹亞比賽傳出好消息，7位參賽選手全部攏摕金牌，創下歷史紀錄。而這項比賽是來自亞太地區一個國家的小學、數學精英做伙車拼，結果也是咱台灣代表隊勝出，嘛展現咱台灣數學教育的堅強實力。同學們從老師手中開心拿下獎牌。2026年亞太小學數學奧林匹亞競賽日前於新加坡舉行，台灣代表隊再創佳績，7位參賽選手全數奪得金牌，以100%奪金率締造歷史紀錄，也成為本屆賽事表現最亮眼的海外代表隊。其中來自新北市國光國小的李恩宇及廣福國小的吳一瑞雙雙摘下金牌，也為新北爭光。李恩宇表示，一開始是從數學競賽開始喜歡上數學思考及推理，後來開始接觸學習這個領域，每天扣掉上課時間，在家也持續練習。他也很高興有這個難得的機會，能代表台灣出國與其他國家小朋友一起競賽。就是平常，因為一開始是借由數學競賽去發現，就是在數學這個方面有特別的天賦啊，然後後來就去開始找外面的超修的課程去上課啊。然後平常在家裡也會，就是沒事的話就會去算一算，大概就是平常一次可以算最多可以到1個小時左右。一天如果扣掉上課時間的話，大概是2到3個小時左右。出國比賽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就是你可以去認識其他國家一樣在數學方面有特別興趣的同學，然後也可以跟自己國家來自不同地方的同學去一起去學習數學，這樣。而李爸爸也很佩服自己小孩對數學的興趣，認為因為他夠喜愛，才能夠每天主動堅持不斷的練習。主要就是其實他學數學，我覺得是他主要是興趣，還有他其實我覺得他蠻主動的，自己對這一塊的自我學習，當然還有去找外面坊間的資源去做輔導。我覺得主要是興趣啦，他可以發掘數學題目，然後自己坐在那邊思考這個數學的邏輯解法是什麼，他要怎麼把它寫出來，他可以坐得住在那邊1個小時想一些數學問題。我覺得這就是小孩的興趣，才會造就他一直往這個方向去走。2026年亞太小學數學奧林匹亞競賽共有來自台灣、馬來西亞等8個國家34位海外選手，以及49位新加坡數學資優生同場競技，競爭相當激烈。國際小學沒有奧林匹亞競賽，這是國際他們不希望那麼早就確定。那這一次新加坡因為是比較特殊，他們本來是因為要培訓進到他們中學的，那所以他就讓海外的一些其他鄰近的國家進來，所以他算是官方辦的奧林匹亞競賽，全世界數一數二比較少數的，所以它是一個教育部認可的。第二個就是它對於小學的有什麼？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小朋友，尤其年紀越小越厲害的，他們常常就是你給題目，他們就給出答案出来，可是他們中間的邏輯是會缺的。那我們这個競賽其實是幫他補中間的邏輯，這個是對於他們以後未來那個不是只得到結果，而是把這結果的過程都很清楚的做描述，在表達，在他們的思維中間的那個漏洞，這個對他們的意義很重要，所以我們的培訓也都是重點放在這個地方。而台灣代表隊最終7位選手全數奪金，這也展現台灣學生堅強的數學實力與國際競爭力。這個不只是我們這一次的比賽，我們從高中的奧林匹亞競賽、初中的奧林匹亞競賽，我們都是優秀的成績。我們這一次的我之所以這麼有信心，是我們這一次雖然拿到7面金牌，但是我們的實力絕對不止如此。首先，我們這一次的國手，其實我們講國手，它其實主要是來自台灣的北部。其實我們包含中部、包含中南部，其實並沒有在我們這一次的培訓裡面。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活動擴展成全台灣的共同參與，那我們挑出來的選手當然一定會更優秀。不過，即便如此，我們光
經過這樣子的尤其是大概新竹以北的人光來參加，我們就已經可以得到這樣的成績。那更何況，假設我們有把全台灣的人都可以集中起來，那當然就一定不一樣。那這次新加坡30位，我們拿到7位，等於已經佔了他們的這個兩成多的那種概念，這個其實是很不容易的。那我們很希望說，我們借由未來這樣子的活動，讓台灣更多人去重視我們台灣的資優教育，因為這件事情其實在我們台灣是屬於弱項，那我們可以讓我们更走出去國際，讓大家看得到。主辦單位表示，這次全員奪金不僅是選手個人努力的成果，也展現台灣基礎數學教育的深厚實力。未來也將持續培育更多優秀人才，鼓勵學生勇於挑戰國際賽事，讓世界看見台灣學子的實力與潛能。記者蕭世宏新北採訪報道。高鐵延伸到高雄方案，因為前頓工程甲愛河斜光橋的結構衝突，所以鐵道局拍算拆除，引發地方的議論。但因為地方對着這座橋有真深的情感，所以會有市府在推動建設時，都要尊重地方的意見，嘛一定要做好工程的安全配套。高鐵延伸屏東朝高雄方案推進，未來路線預計沿着台鐵地下隧道的北側進行開挖。不過現在傳出高鐵在前段穿越愛河時，路線剛好位在斜光橋的正下方，導致橋樁基礎與前段隧道結構位置產生衝突，因此交通部鐵道局嚴擬拆除這座橋梁。消息一出，讓地方民眾都相當訝異。無彩啊，因為你若假日你來看真濟爸爸媽媽小朋友安尼，大家攏足歡喜啊！假日你來甲看，足歡樂的。因為安尼拄好有幾條嘛，你若幾條是毋是袂斷線去啊？啊，就位一邊也袂當，一邊也無方便啊。若是因為這樣移除的話，那綠廊道因為中斷了，我們三民跟鼓山中間又無法聯繫，這文化是不是歷史跟商業經濟是不是會中斷？一段舊鐵軌旁邊還矗立着幾根日治時期的鐵道電桿，這些是1941年高雄川橋上的鐵道原貌。2009年，為了配合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新建了這座臨時鐵路橋，並在2018年改建為自行車道橋。路橋承載了地方多年的鐵道情感，如今面臨拆除命運。鐵道局說明，目前還在研擬如何降低對地方的影響，後續也會與高雄市政府持續進行協調。斜光橋因為目前是自行車道在使用，那後續我們就是要跟市政府去協調，說這個斜光橋的自行車道的部分要做怎麼樣的處理啊，或者是說要新建再拆，還是自行車道要改線？那這個部分我們都要進一步跟市政府來協調。除了情感，地方也在意高鐵延伸的工程品質。在鐵路地下化後，綠川里內接續就發生地層下陷、街道淹水以及民宅房屋傾斜等問題。里長要求鐵道施工時務必做好安全控管。伊講甲拍磚了，吞阿姆多吞了，其實嘛同款啊，同款嘛是真是吞的，叫你簽好開書啊。就是請政府先注意到我們鐵路地下之後產生了一些問題，地質問題，因為我們這邊愛河區嘛，屬於地質比較柔軟啊，濕地，那要再重建高鐵，再往下延伸、往下潛遁的時候，那我們附近的住戶會不會有安全問題？鐵道局預計在年底前與高雄市政府協調出地方滿意的方案，期盼讓高鐵工程能順利推動，也讓民眾在未來能安心享有建設帶來的交通便利。記者吳佩珊高雄報道。感謝收看6月10日中間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木佳，咱再會。1號選手出場，信心十足。
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2號選手考場練習，看起來有些緊張。是過關了嗎？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待考區2人組第3次報考。這次如果真沒有考過，我就不要考了。我有辦法。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現在報名還有補助哦。